零失败亲得头，因为原来零失败就是因为最重要是要人要帅，人要帅，人要帅就零失败哈。副总统的发质，它属于比较柔顺的发质，所以它尽量就照它的发质下去剪，那起来的话，它就会非常的顺，那整个造型也非常的自然。它到底要中分还是旁分？而且中分啦，因为这个金德头已经现在是街头巷尾，大家都知道了哦，因为也不要再改了啦哦。那这个发型是在30年前，差不多28年前，那时候我30哈，我爸爸那时候我爸爸李全福先生哦，帮副总统设计的，那就一直到现在这样。在30年前就帮我设计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也很习惯了，所以应该是不必再改其他的发型了。那这个头就是很好整理，是不是这个也不用磨，那个也不用磨？对，因为我的发质还算好搭配这个发型也很好整理就是洗完头，然后用吹风机吹干。就 OK 了，也不必特别去 settle 去整理。这个发型有这个好处。那有些人会说，是不是哇卸妆跑了就是把旁分但是那个不大适合我，因为我的那个头发的那个怎么讲针台语叫针或者。那个的位置让我不适合其他类的发型，这个发型是比较恰当的。副总统要不要分享护发之道？平常怎么保养头发？其实我每天洗澡都会洗头发，洗头发完就是用吹风机吹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样的照顾了，也没有。头发到最后变成是一个标志就是变成是属于那个人的标志了。